一万4月兴旺，因为听到原住民家庭有3兄弟拢练台拳，伫大大小小比赛嘛拢有好成绩。其中大兄今年竟摕下全运会金牌，不过该家庭受限经济困境，两个兄弟以后拢选择做兵，放弃训练。对互议员表达遗憾，嘛进一步要求市府检讨精英运动选手的培训补助计划，希望除了全运会以外，一寡指标比赛嘛拢爱纳入思考，更希望放宽补助的标准，互选手有长期训练道路，替台南留条好人才。目前我们的补助计划好像只有全国运动会才有，所以我们希望市府这边在补助训练的补助金的发给办法可以修正哦。第一个，它的执行方式非常的复杂，我研究了很久，我一直看不出来它是怎么样去发放，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准的选手才可以去领这个训练的补助金。而且它的发放方法也很特别，它还要经过什么考核？其他县市的补助办法很简单，你就全员运金牌多少钱，发2年；银牌多少，铜牌多少。全中运是每年办，所以他说全中运金牌多少钱，然后发1年；银牌多少发1年，个人团体就这么简单。其他各县市的那个训练补助金的那个计划非常的简单，不像我们台南市制定的非常的复杂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请那个体育局可不可以帮我说明一下，你那个执行方式到底是怎么样，还有补助的方式？76都都有培训经费了，就是你参加全国运动会完了以后都有培训经费。我们台南市呢是从3000到2万，每一个月发给他这样的一个待遇。那刚刚一周也提到了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考核？因为我们担心的就是说他领了这样的奖金的培训经费的时候，没有放弃训练，没有继续在训练。其实我们是给他一点，就是鞭策他，就是希望他继续再往前，然后再迈进哈。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全中运的部分，全中运我们是发给金牌的选手啦，还有破纪录奖金的选手，我们给他培训经费。议员会中进一步质疑选手参加外县市比赛交通、大房等开销，因为拢是由学校申请，所以嘛要求体育局一定要监督查核，真正用伫选手身上。台南新闻，军事林英根采访报道。